港股你見到嗰個趨勢就靚好多，越嚟越多股票係升穿長期平均線150天線啦。咁而家超過一半嘅港股喺條150天線之上嘅。最近譬如舉個例子，美股反彈嘅時候啦，其實都係中資股做得好啲喎，甚至乎 A 股都做得好過美股㗎嚇。圖中入邊淺藍色嗰個咧就係 CSI 中國互聯網啦。聽到炒俄烏戰爭停火憧憬嘅時候，咁佢反而係升到接近6%嘅。A 股嚇滬深300都升到超過2%嘅。譬如你以科技板塊為例。最早出信號嘅，咁就1月已經出嘅就阿里巴巴啦，咁而家一路佢就維持強勢啦嚇。咁落後嘅，咁唔差嘅落後嚇都有得升嘅，只不過唔係首選咯嚇。即係如果揀股票嘅話，通常落後股我係攞嚟做觀察咧，就唔會投資落去嘅，因為如果落後嘅話，到個市逆轉嘅時候就會先跌嘅。個股市越嚟越多落後股追上嘅話咧，繼續 ride 個 trend 啦嚇，睇住睇下幾時個 trend 會完啦。咁暫時完全冇完嘅跡象嘅。